现在向我们走来的是入围剧《骑士》剧组代表王宝强。凭借着本剧，王宝强入围了今年白玉兰奖的最佳男主角。《骑士》讲述了21世纪初的。欢迎王宝强。好，来，我们宝强哥跟大家打个招呼。大家晚上好。刚刚在介绍的时候嘛，骑士讲述的是被我们打断了，那我们就把这个话筒交到哥哥手里，好不好？跟我们介绍一下，你觉得你最爱这个角色的一点是什么？我觉得这个角色就给我完全不一样啊。然后我觉得每一个角色、每一个人物，他都有自己的灵魂，都很特别，所以我也希望有一个全新的形象角色带给观众。这样。好，我们也期待今天晚上你能够有一个很好的收获。谢谢宝强，祝福你，谢谢。